一間大公司有幾千部電腦，點樣將佢哋有效分組管理？答案就係子網劃分啊！子網劃分即係將一個好大嘅 IP 網絡切成幾個細啲嘅子網絡，每個 IP 地址其實分兩部分，網絡部分同埋主機部分。網絡部分用嚟識別係邊個網絡，而主機部分就代表入邊邊部電腦。咁點樣分呢兩部分呢？我哋就要靠子網遮罩啦。例如255.255.255.0表示頭24個位元係網絡，最後8個位元係主機。子網劃分可以提高保安，將唔同部門嘅網絡隔開，互相唔干擾，仲可以減少廣播流量，因為廣播信息只會喺同一個子網入邊傳播。第三個好處就係方便管理，網絡出問題嗰陣要揾原因都快啲啦。順帶一提，IPv4 地址其實分為 A、B、C、D、E 5大類嘅，常見嘅私有地址有10字頭、172.16同埋192.168字頭嘅範圍。呢啲私有地址只會用喺內部網絡，絕對唔會出現喺互聯網上面嘅。